因为这个风台行真慢，所以登陆台湾的时间嘛来延后。即摆是预估明仔载才伫咧西南部来登陆，登陆了后会安怎行咧？咱的气象署、甲日本的气象厅、甲韩国拢认为会沿着中央山脉西边往北边来行。气象专家讲，风台登陆了后，中央山脉也是会破坏伊的结构，加上东北季风带来冷空气，所以风台真有可能会伫台湾的陆地就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。这嘛会将做是毋是会当继续来晓风台假的关键？经过路口被正关，雄雄一阵大风袭来，规台车后方瞬间倒落。三岛至风台也搁伫南部海面上咧洗，严过沿海风力，加上东北季风影响，和新北的淡水也透大风。到目前为止，小琉球还有在西边的沿海、西北部沿海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都已经有观测到9到10级的强阵风。三岛市离台湾愈来愈远，是讲风台变怎行，对台湾影响的程度嘛无同。香港估计，风台登陆了后的路线对东部的影响较大。若真正为南部登陆、东部出海，这将会是1958年了后的头一个。若美军预测的路线为南部登陆了后，会直接探过中央山脉，结果和山脉破坏的可能性真悬。若上济国家预测的路线是为南部登陆了后，风台会沿着中央山脉西边往北。这嘛，风认为是上危险的路线。登陆之后呢，因为它会受到中央山脉的破坏，那再加上北方的带来的这个东北风，那冷干的空气进入到台风的内部之后，也会让这个整个台风的结构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卵心的这种特征。迎风面北部。就是东部，包含了花莲以北以及南部高屏的山区是主要的降雨热区。三日前登陆了后，花莲以南可能会有10到12级以上的强阵风。若北部花莲以北、南部高屏地区风会向渐粗。拜五风台往北来耍，风的影响会变小。严格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出现205到400美年的总雨量。是讲秋天的风台无确定性真大，后续会安怎发展还真歹讲。提醒民众也是爱做好预防的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